后来空军这台 F-51的战机在伫东部的外海，空军司令部紧急来宣布 F-5型机全面来停飞，而且做特检甲调查的作业。飞官朱冠望虽然第一时间来跳伞，但是疑似去互线索低调咧，地需大量来食水。讲朱冠望为着要救全民，甲战机开到海上，煞嘛因为安尼失去着跳伞的关度。空军司令部开记者会来讲状况。可是实际上，弹射跳伞这个仍然受到飞机的角度、速度，还有当时飞机的姿态，对飞的人员弹射出去后，这个伞开以及人员受到这个伞绳张力的影响，会有相当大的程度的影响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个要做进一步证实的话，我们都还要根据我们现在收集到的证据做分析，是不是在避开这个相关的名人等等。我想飞机起飞之后遭遇到状况，避开人口这个稠密区是飞行员的基本素养。那这一部分我现在还要做，后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这边没办法给你肯定的答复。顺这个飞官是不是去互线索低调咧来渡水？空军讲爱搁调查，嘛无来证实讲是不是为着撇开人家厝，失去着跳伞安全的关度。这个事故发生了后，空军已经成立着专案小组，要来调查。飞行的资格这两件。